早嘅第一篇讀經咧好詳細嗰啲內容咧，我唔打算喺嗰度講啦，因為呢個成個情節好清楚。但係點解有呢個比試咧？係因為咧亞哈布呢個以色列嘅君王，佢去怪責亞利亞，係因為佢話我哋而家以色列遭難係因為你，係因為你造成嘅。亞利亞就話唔係我，係你嘅，係因為你拜偶像，所以令到全國人民都拜偶像，所以先知就向亞哈布發出挑戰，要求對方召集以色列人同埋450個巴爾嘅先知去到加爾默耳山嗰度比試，目的係要贏得以色列百姓嘅心，證明天主先至係真神。加爾默耳山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加爾默羅山。呢個加爾默耳山係個咩嘅地方咧？係一個水源充足嘅地方。而巴爾呢個邪神巴爾係一個咧農作物嘅神，所以巴爾嘅先知覺得嗰度係佢哋嘅聖山，係佢哋嘅聖山。所以而家先知亞利亞先知提出話要喺呢度去比試咧。為巴爾嘅先知嚟講，係佢哋嘅有地理嘅優勢，但係為佢哋嚟講，亦都同時咧個心情好複雜，係嘛？雖然有地理嘅優勢，但係為佢哋嚟講，如果喺嗰度輸咗，咁點樣咧？咪好冇面咯咁樣。所以而家先知提出要喺嗰度同佢哋比試。先知吩咐佢哋要預備2隻牛為祭品，而係讓佢哋任揀其中一隻，然後先知係準備另一隻。雖然佢哋有地理嘅優勢，但係咧先知話你哋要準備祭品，然後將佢咧切咗一塊塊，放喺木柴上唔點火。其實喺加爾默耳山嗰度咧有佢哋嘅祭壇，佢哋可以出古幻，因為有考古學家發現咧喺呢啲祭壇下邊有通道。嗰啲先知可以匿喺裏面咧，點啊？即係可能喺裏面透火，咁令到嗰啲祭品容易燒。但係咧，而家先知話你哋要築起新嘅祭壇出嚟，即係佢哋冇得出術啦咁樣。然後先知自己都起祭壇，佢攞咗12塊石頭，按照以色列子孫嘅數目起咗呢個祭壇，去宣告天主同佢哋民族嘅關係。然後先知讓呢啲巴爾嘅先知你哋先祈禱，係嘛？佢哋狂呼亂叫，有自殘，因為咧佢哋叫咗成日，佢哋嘅神咧都好似冇俯允佢哋嘅祈禱，冇焚燒嗰啲祭品。然後先知咧就叫以色列人過嚟，佢又築一個祭壇出嚟，喺上嗰點樣淋水，淋咗3次水，亦即係話啲祭品濕晒，係嘛？按常理、按自然嘅定律，呢個濕晒嘅祭品係冇可能焚燒嘅。所以當最後先知祈禱之後，天火天上有火落嚟咧，悅納咗呢啲嘅祭品。所以呢個俾我哋睇到就係先知去證明我哋所相信嘅神係真神，你哋所信嘅係假嘅。亞利亞並冇好似巴爾嘅先知一樣自殘、狂呼亂叫，日誠心祈禱，宣告天主嘅旨意。天主都俯允咗佢嘅祈求。其實重要嘅唔係邊一個先知更加厲害，而係邊一個先至係真神。所以天主讓亞哈布同埋所有以色列人能夠明白，只有天主先至係永生嘅真天主。加爾默耳山上嘅比試，唔單止讓以色列人睇見天主嘅作為，亦都使佢哋唔再三心兩意。其實佢哋並唔係唔認識天主，而係佢哋對天主唔夠專一，係嘛？三心兩意，係嘛？順利嘅時候就忘記咗天主啦，係嘛？一遇到逆境嘅時候咧，就會諗翻起天主。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嘅寫照，我哋好多時都會咁樣樣。順利嘅時候、順境嘅時候，就將天主忘記得一乾二淨，將天主擺埋一邊。到逆境嘅時候，即係諸事不順嘅時候咧，又會諗翻起天主。
好多人睇到天主偉大嘅奇蹟，亦都知道天主係真神，但仍然繼續喺罪惡當中生活。所以呢度都值得我哋問一問，我哋願唔願意放低我哋嘅驕傲、我哋嘅貪婪、我哋嘅慾慾，去順從天主嘅心意呢？喺今日嘅福音，耶穌話一撇或者一畫都唔能夠廢棄，因為原來喺希伯來嘅原文嘅字母標音裏面，時時會因為一撇或者一畫就會改變個原意，所以解讀或者詮釋必須忠於原來嘅意思，唔能夠隨便更改。所以耶穌就用一撇或者一畫嘅細微之處去標誌我哋要忠實咁實踐天主嘅説話。所以耶穌喺福音裏面講天國裏面嘅大小，就取決於我哋對天主聖言嘅態度。一個時時叫天主喜悅嘅基督徒，一定會身體力行，唔單止自己實踐，亦都會教導其他人咁樣生活。相反當時嘅經師，當時嘅法利塞人，佢哋咧就係講一套做一套，係嘛？佢哋講好叻，不過佢哋從來都唔做，係嘛？將呢啲重擔加喺其他人身上。所以耶穌先至講話一撇一畫都唔能夠廢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如果你冇喺生活當中敬畏天主，喺信仰上持守真理，就枉費咗天主揀選我哋作為佢嘅子女。就好似以色列係選民，但係佢哋嘅生活，佢哋嘅生活嘅模式，完全係同佢哋嘅身份相反。所以先知嘅鄙視係要提醒佢哋，如果你知道天主係真神嘅話，你就要選擇咁跟隨佢；否則嘅話，你就過你自己嘅生活啦。唔好再稱自己係天主嘅選民。所以都俾我哋提醒，就係我哋都係基督徒，係天主嘅仔女，佢需要透過我哋嘅生活，透過我哋嘅見證，讓人睇到天主，讓人能夠睇到呢個世界又係耶穌係真天主，係真人，都讓我哋讓更加多嘅人能夠透過我哋嘅生活表揚去認識佢。天主保佑。